或者是光彩进行一个光彩的改造，他们没有关系，就每次我周二、周四的话就帮忙主要是样品。
转一驰骋。如今他子已被分兵围困汉关，适才曹操使我参奏一本，告那营中以归顺翻译，宋方大怒，命老夫朝封李胜府邸，这才去了老夫的心头之
想弟弟为官多年，恩泽官员甚多，如今父兄丧难，正是他们投靠亡命之时。是他颜良未必如此。我乃皇章叔父，曾受爹爹举荐，户部为官，又将他人与我结下姻亲，待我前去相求，他必然鼎力周济，共谋搭救，丰收之策。兄弟所言甚是，你快去吧。也只好如此。孩儿去了。
上想去参拜，罢了，一旁坐下，敢不错。李彦贵，你今前来为了何事？岳父有禀。我看家走
你与我多少钱呐？这么办得了，一会儿啊，见了我们小姐，她说给你多少就多少，你瞧好不好啊？也好，我们见了小姐再做道理。对了，来，跟我走啊！但有江水当了口来。哟，你这水怎么都剩了半桶啊？哎呀，惭愧惭愧。哎，我替你担吧。不成体统，不成体统啊！你再晃啊，你就卖桶。取消了，小心着点啊！我们走吧。走，跟我来啊！来呀！大姐，我们到了了啊！在这等着啊！哦，可别嚷嚷。小姐，快来！何事？小姐，李公子他来了。哦，他来了。再等着，我去叫他去啊。大姐，但不知你家买水何用啊？我家买水浇花。哎，你家花园内有着许多的水，怎么不用？偏偏要买水浇花呢？嗨，你哪知道啊？只因我们家有一朵黄。哎，黄什么？啊，有一朵黄菊花，为李公子的水浇它不活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李呀？不但知道你姓李，我还知道你叫李银贵，对不对呀？这倒奇了，你到底是哪一户啊？哎，你就甭打听了。他到底是哪一户啊？你来瞧，他是谁？哎呀，这是皇府的花园，大姐，水我不买了，我要走了啊！我不买了，我要走了啊！我要走了啊！哎，你还走不走了？不走了。这不结了吗？我这嗓子我这一身。小姐，有什么话你还不赶快说呀？嬷嬷，你替我失了吧？哦，这我可替不了您呐。有什么话呀？是快说去吧啊！是，去吧。我乃买水之主，你乃千金小姐，我们为钱悬殊，你与我结的什么理呀？你
这才明白了。皇上啊，老奸犯！原来你父女同谋，设下怎经诡计，骗我前来，陷我于命干。你父女真乃地球之和，涉险一人。
边塞镇守汉关。他可曾爱过小弟？伯国敌寇，血战厮杀，何来投敌叛国？此乃今人暗口边报，欺君罔上，陷害忠良。老夫人，俺这里有千金家什，快马飞尘。老夫人，媳妇，快些看来。家国仇家恨，今当报了，中的报了，当谢天地。哎呀，老夫人呐！小国一路进京城，朕与府衙深谙情。皇长老儿为原告，燕贵公子负帮身，告他通缉杀人命，8月是我问当天。怎么讲？问斩刑。老夫人事情紧急，唯有一人前来，方能搭救你全家围困。你道何人？还是颜荣将军，他若能起诉班师还朝，你家叛国重罪，自然轻不得了。那皇长老儿诬陷公子之罪，也不公子破。壮士所言甚是，只是先帝因心祖国，而何告知不服呢？二位夫人，请看。小可坐下这骑，宝马火焰驹，乃是颜荣将军所赠。此马能日行千里，
这无辜之冤，稍事点醒之后，母亲不要过分悲伤，保重要紧。上山。第四之后，别无挂念，只是老母年迈，还望嫂嫂您多多孝顺，弟总是也安心的呀。自从你我在花园一并
林海姑娘身上是